霍启山那人恋情再添实锤，三亚婚礼传闻持续发酵。近日，霍启贤带着那人陪父亲霍震霆现身世界杯决赛现场，霍震霆和那然一前一后站立，同步举起手机给中间的霍启山拍照，那然手里还贴心攥着霍启山的鸭舌猫。面对父亲和准女友的双重镜头，霍启山眼神全程锁定那然，笑意藏都藏不住。这是那人首次和霍震霆在公开场合大方同框。霍震霆早前被记者追问家里是否有喜事以及霍启山婚期，霍震霆笑而不惧，温柔甩话，让儿子自己说，不否认不反驳的态度就是最直白的认可。对比当年对霍启山与章子怡恋情的冷淡承诺，态度反差肉眼可见。早前那人就被拍到霍启仁婚礼他做主桌，霍震霆80寿宴他到场，春节意大利家族旅行他全程同行，霍家所有核心私密场合几乎全勤出席。6月起就传两人11月在三亚办婚礼，早已悄悄领证。即便双方未曾官宣，但那人在霍家的位置已不言自明。你们觉得霍震霆的笑而不答是真默許，還是禮貌回避？評論區聊聊你的看法。仲有咧，我都想問下咧，即係近排你哋都有啲喜事喎，即係啟山嗰邊咧滿唔滿意啊？佢呢個女朋友冇啦，呢啲喜事等佢自己答啦，你最好直接同佢講啦。